今年7月初4，伫咧屏东的海边发现一只活的吉龟跨山，虽然有随家送去急救，不过过长工不幸来死亡。落尾有家验尸，发现讲伊的肠仔内面呢有2条4公尺长的鱼仔线，真有可能是去食到这鱼仔线，害伊无法度食物件，因为安尼生治着这个急性败血症来死亡。民众做伙斗相共，准备将这只受伤海龟送去急救。这是今年7月初4，伫屏东万里洞海边发生的代志。一不幸，这只海龟经过抢救，过长工也是死亡。事后专家解剖才发现，伊腹肚肠仔内底有2条425公分的鱼线，致使伊无法度食物件，来引起急性败血症死亡。经过病理解剖，我发现这只革龟是因为在海上误食了钓鱼线。这2段长达400多公分的钓鱼线，造成它肠道的扭曲，无法正常进食，因为肠胃道的疾病，进而引发败血症而死亡。其实每年拢有海龟受到人为影响，致使靠山甚至死亡。根据海保署的资料，最近3个月海龟靠山通报案件拢总有87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伫皮湖发现时阵，拢是死亡海龟较侪。分析原因包括因互鱼线低调的，搁有互船仔攻击等等的因素。千万不要以为没有鱼钩的钓鱼线或者是其他的废弃物丢到海里就没事。这只革龟就证明了，这些丢弃的废弃物会造成它们的死亡。海保署提醒，不管是渔民也是民众，拢无应该黑白等物件，会互海洋生物食到，对因有真大伤害。若是有发现可选生物，就要赶紧通报附近的海洋保育单位。记者钟义辉、邱昭勇综合报道。